明年1月13号特别选举咯，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名列出12项改革的承诺，呼吁要参选的立委拢来签。内地民众党不分区安全名单的黄国昌有来，民进党、亲民党、还有时代力量、甲欧巴桑联名立党也拢有派代表来参加。正常国会，正常国会，正常国家，正常国家。大声喊口号来参加的立委参选人签署国会改革承诺书。离大选投票无到2个月，公民监督国会联盟邀请各党来参加记者会，希望继续深化国会民主。台湾人民呢，在这个中共这种军事的威胁、区域的高度的紧张不安的形势之下，台湾人民呢如何做出对于民主价值的坚持？公督名希望参选人在选调立委了后，公布工会助理聘用的资讯，积极推动国会助理专法，继续支持立法院设立开放国会委员会，让国会更加透明。各党出席的代表嘛，拢肯定继续推动国会改革。我是代表民进党承诺，我们今天公督盟监督的项目，我想只有公民社会持续监督，我们的国会才能够更开放、更民主。那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更用力的监督所有的国会议员。我们全力的支持推动改革，但是呢，在未来如果又要修法的话，要如何规范所有民意代表的专职化？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应该是在更深入的讨论，然后更通盘的考量。小欧盟在这边加码，希望所有与会的政党一起来推动参政平权的政策，让所有多元的候选人进到国会。公督名提醒选民，都要珍惜手头的每一张票，亲像政党票的补助款，一票是50块，每一张选票拢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。嘛，呼吁未来参选人若是选调立委，都要尊重家己手头的权力，替民众监督政府，捍卫公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